福。今天早晨，主啊，我们要宣告，我们不再一样，我们不是只有停留现在，我们是要再一次在这里跟神有更好的亲密、更好的连结在神那里面，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主啊，我们再一次宣告，主啊，求你再次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同在。主啊，求你来挪去我们心中的枷锁，我们心中所有的重担，所有的悲伤。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爱我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主啊，我今天不再一样，因为只有你的话语在大大来成就在我的身上。主啊，我听到主，我们的父在这里再次这样把那父亲的火焰再住在圣殿的当中，结束我们干涉，主啊，我们有不如你的同在，结束我们今天早晨很高兴。好，这开始先那么人里头，再次跟我们边上的几位弟兄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今天很高兴能再一次见到。我们这不刚刚刚才见到，我们刚刚搞吧，我说说阿拉伯人好，我们刚来，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让你再一次来相遇，我们让他给大家一个马布，用安息的心来向这位崇高的上帝献上我们最纯净的赞美。我知我所信的是神。这首诗歌第二节先唱美语3、4节，请各位唱中文。Hallelujah.
谢主，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殿中，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同时也献上我们的敬拜。上帝，今天这是属于你的日子，我不仅是感谢你，更是为了这一天的休息而来谢谢。主同时也为这一天的敬拜向你感恩，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使你的心得满足。在我们当放下工作和差事的时候，帮助我们身体可以得到放松，心智可以得到更新，心灵可以得到坚强。主，我们愿意放下我们所有的忧愁跟我们的挂虑。主，我们愿意把一切的思想集中在你身上。主，也为着你的教会来谢谢你，为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享受的团契生活，谢谢你。为我们所受的造就，为我们的生活上所得到的引导，甚至要感恩。主上帝，恳求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在这个时刻做王掌权，来往行走，除去我们的疲乏和我们的软弱，赐给我们刚强和得胜的心智；除去我们的失望和灰心，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主除去我们的不安跟忧愁，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除去我们在信仰上的荒凉跟贫穷，赐给我们在灵体上的丰盛跟富足。主，也为着我们所待会儿需要读的你的话语的圣经。就是我们所听的真道，就是你的真理，所唱的赞美的诗歌，再次来感恩。所以主啊，也为着你的仆人陈思国传道师，今天乐意从他口中分享你所说大有能力的话，喊将你的话听到耳朵的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你的话要被兴旺，帮助我们我们听的时候绝不会于虚空跟徒然。所以我们现在主上帝，恳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使我们都能合乎你的喜悦。主，恳求你让我们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免得我们得罪。因此欠了主，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力量与带领，使我们在未来的一个星期当中与你同行，不离开你。更为着明天可以回到世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将会以你所赐的恩典来继续荣耀你。谢谢耶稣听我们在面前的祷告，我们同心合意感谢，祈求是奉耶稣的名。接下来，让我们用我们最熟悉的语言，习惯的语言来一起来诵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主导请来。我们愿意来呀，妈妈也会过到阿扎斯安迪说，阿迪恩古可纳迪说阿卡蒂。Ajar ko napatuan ni Yesus ini dalam maknya menurut kata rayangan. Kemudian kami dulu menimai asal-asal bulan itu arawnya. Dia orang yang itu arawai. Kemudian kami itu sama-sama ke sawitnya. Kemudian kami alias Now kami本来现在我就来说儿子们，好，请坐。现在请翻开我们的周报有什么好意不来看你们退休后回答。请翻开我们手边上的周报，就是来报告这一周的形式。的内容我们呢我不来不上，包括学生阿里塞Katayar Lukio Kai Wita， 大部分的姐妹弟兄都读得懂都读得懂看得清楚中文的部分求兄弟就用阿美语来报告校这个仪式的成功。像阿里萨也好，621号，boleh halimita tusa, boleh halimita sampai 50. Saka cita masyarakat hari 8 di 8 Mamis, Mekelitai, Patimatai, Hashkoseng, Mikingingai, Tusang, Ci Kakek Cilo, Ci Haluko, Halu Situci, Mekelitai, Mikingingai, 我们诗会啊，应该进行真经及瞻敬贤之事。
与招待呀，及刘一妹、陈长老、陈家恩弟兄，把他另外话，第三个是在后面啊，都上来还要列名个吧，如果呢如果三个都没到，这个都上还有陈敏贞执事，一靠还好的陈志贤、加入石州长老、张约翰长老，这一周是高秀美长老。我好运，刚刚我好运6月21号一定di Imago Fui di Malogos, 50 Spangko, nanaman muka mga lumita, kita hawa si kapah suci bikin gaji di sini 10日配合kapah 看经如果都团契各条件的聚会如果我等于还不比开在或者或宁热弟兄会melacatu maknanya melacatu tengah hatu kuno kerja kaki itu maknanya asal ko honi ko juga itu singkai wa patut hok zezai jadi di团契的部分6月20号的礼拜六是咱们礼拜一itu Panggung给岸2楼当周的别女团契的主理是林嘉欣姐妹诗会跟你唱的是卡洛2楼。那个多罗那个的还一路嘛黄妹妹阿迪娜女的起码是黄妹妹让一个巴干麦yang pakamai untuk asal dari lah kayak ikut 好在那个新郎长老的前头请方黄妹妹老姐妹好是礼拜三你们爱过tapi kan itu bisa hawi iraku福音车但是kakak waktu 福音车在说大概era di pausan kenku pi onga pi hayat dengan daya atau pi bayan 6月19号是5是bayan高秀美长老好一个把他给外挖起林清的会长我们东大给高文来看我们的奉献报告上周6月7号的各项奉献总合计是66761发的比都所能过来了不是在什么在来说kita secara baik. Ini yang malawai对好有当时是跟那个去kita当时嘛发列子嘛，rawai登外来说这样奉献的部分我们是上级在那个后面的公布了，如果上面的名单或是奉献的金额有所出入，请就尽快的跟我们支团来反映。尽快的做更正，就在来一周的时候做一个更正，不好。还58月一个，就像来看最后一页的教会的消息首先要请问我们今天有新的姐妹弟兄来参与出席张书教会的礼拜吗？大家好，我怕只有一位今天我们的讲员，我们请他站立好不好？陈世国传道师，我们欢迎他。待会有很重要的从上帝跟手领袖来跟我们来分享但是在本周读经进度一路在福音一路加这个在这班的人上这个都上这班的他们在上刚belum orang telah sudah nangai tahjian kami asyik kita pernah kita bersamaan pagi di belakang mereka saya dosa hari 6月21号saya penyampaian kuliah hari saya dosa dunia kerjaan kita ambil di salifat di sekian dunia圣经大会考的那bila naman kita hari 5 logo saya tangsa 60号8下一周6月21号我们要将继续今年第24的圣经大会考在范围在新约的马可福音有16章，请各位回去就好好的来如果愿意来出席这个会考的请您可以在下个主日预备心凡7岁以上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测试有奖励哪怕只是说有精美的小礼物上岸那今天当年安sekarang dulu kami semua dengan Fahlu Hai Apulat mereka punya Apulat kawinan ujung biasa itu Apulat
这一周啊，这个月结束之后，我们即将进入到我们新的一季的事工。好，那请各团契啊，如果可以的话，请各位尽早就召集我们的同工一起来啊做讨论跟分享。好，让我们在7月到9月的事工，我们可以提早来预备，也可以提早告诉我们的我们团契的戚友，只能可以有预备心来享受每一次我们的聚会。所以请在如果有可以请快的话，请在6月28号把团契安排的事工就交流到新的办公室。是卡斯班下一周ada paulat kosong na isaw ni hanapot ano ilo yung jimusuk di pateran tu sekalima bayan kaisan cuas ya masadak kosong sarigata ng Zamphua pinagkaagaya sa opong lujo kay kami sepat kurumiat kira Zamphua 就校医院这个awai 生理定Siguro tayo talaw, sinsaw talaw na秀美talaw，每个礼拜都提到盖的梅达，请各位弟兄也是去为16号到19号的这个第65届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会通常年会会议在上华基督教院来进行就是来保守。这次要选举有很重要的2个选举，2个部分，一个是长老教会的总干事跟就是所谓的4位的同工就是总会的主要的核心的同工请问这个选举跟会议顺利来祷告第五下这个6月21号下午1点钟是在那个该100综合健康教会，我们的中会的财务部要进行属下教会的1年1次的财务的检账。所以，请我们的财务组的同工备妥这些以上的资料。好，那来把大家我们的账册、主管的现金簿跟合会手册那也缴交负担金到现场来缴交。Rumah terus saya kata, lalu ada time dah saya kata matunggal kita, sedangkan lengai saya kawan saya kawan dan pertama kami turun saranan. Mga pelai kutulun, saya kata ada saya kata kita nan pertama cerita nanti ada paham kalau soal saya kata awalan maka bawalan saya kata waluman sebenarnya kami minta terus kalau我们一起来受读本周的金句，在新约罗马书第10章第9节，我们先诵读华语的部分，中文的部分接着来读阿美语华语预备起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10章9节。阿门。Ano patahkalan ni Suri Muyosku Nika Utapang Yes atau di palawakan ano kawas apa orib daripada jengrak ano saan ku palsok isu apa sokling amikipar ye mama pak orib isu Roma sekamu teman希望不限。是我们以上的周报的施工的消息都有报告，这都是好于把6，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诗班来献诗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首先的诗歌，我们信靠耶和华。弟兄姐妹平安。今日现在经文的诗篇125篇第1节到第2节。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
到永远。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还有跟到还有他新的地方的来过来诵读今天早上圣经记载在新约的罗马书第10章9到13节。Dilakukan na naman kapang sa pagkikinig at nakikinig at ikinig di Roma sa kamagkakasukan sa kasiwa at sa bawat Rusia那因为为了是阿美语跟中语部分，我们先来诵读阿美语。ang mga kayo po nila panihandol no kilo isa sa sila silay ano pagkakalan ni Jesus ni Moyos ko nika utapang GPS ato din buatan no gawas orip na patay singga ano saan ko palachok iso pasakin ang pinter o mga paorip iso no hangin unano pinter no palachok kita si Kristoan ko sa kanapay ita malaya no gawas unano nipi patalakar ita ibuyos ko saka papaorip no gawas kita usuan no pangutalan kita umitukaray singgaan tamkaw sa ay ko mama patulad saan usakit ulo no tamkaw kunini aswar abaay ko kasa siguma ko yota tamkaw ato rumah pinansatan biyanan agawas ko tapang no tamkaw atarama ay ko Pipalaman ningra tulong no bitakitangay bilugos siraan. Usuar patirin ipangsaran ano simachima do go bitakitangay bilugos to bipakarma no kapang sa ay katsya o mamapakurit saan. Isa na tuchang wai silay 你若可以认耶稣
主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今天的讲员陈志国陈老师，再邀请他上来分享一些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给我们大家这个要不起码这个详细的部分，待会在那边有部分他会子东道会稍微介绍他自己那他今年29岁。很高，对不对？非常清秀，从外观看起来那他在台北出生，从小就在菲律宾长大经历许多言语小的时候他的状况其实用现在的话，简单来说，用现在的话来讲是被饱受霸凌所以个性等等有一些状况，所以小时候也常让学校跟师长跟父母亲非常头疼。可是就在他生命当中的18岁的时候，经历了他生命的一个非常大的圣灵的帮助可以说现在他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神迹经历神的大能所以他的生命就被翻转还有趣的是这个他的简介上面告诉我们，他19岁就开始站讲台分享信息，那20岁就开始写书，22岁开始在教会牧养青少年，那他整个生命被翻转之后那他今天陈东道老师今天预备一些他自己的个人的生命经历的一些的书籍就在后头待会如果您可以方便的话，也请几位弟兄也可以到后方的那个桌子上面来跟他讲一些他个人在这些年来所经历的一些的生命的故事所分享的一些经历，你可以把它做我们的参考，可以成为我们激励上的帮助那书籍也很多，那待会什么样的内容，再请他来做介绍。这时候你就邀请陈志国陈老师来一起来为我们来分享上个话语。我们谢谢他，我们开展话语，谢谢。各位同学，大家早安。那我特别跟牧师拿了一个无线的，因为这根应该不够长有声音吗？大家听得到声音吗？我看一下好。我觉得我走到台下应该会比较合适，或是我可以在台下分享。可以吗？牧师也是很高所以跟他讲话比较没有压力。那谢谢牧师，感谢神让我今天有机会第一次来到汐止樟树。那这些来汐止都是来探访我们的学生家长。那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可以来这边的教会分享，好不好？所以先跟你旁边人说，很开心可以坐在你的旁边。那大家可以叫我阿国传道就好。那可以帮我把 PPT 打开吗？对，右边那个。我今年29岁，然后我在菲律宾长大，所以我在菲律宾住了不用那个我在菲律宾住了18年的时间。有没有人去过菲律宾的举手一下？有，感谢主看过菲律宾人呢？应该很多是菲律宾人。长得像的，大家应该很多所以呢，很快的教大家几句菲律宾话比如说你好吗，就是古穆斯达嘎，古穆斯达嘎，就你好吗？那这个我很好呢，就是马布迪。所以如果旁边人跟你说古穆斯达嘎，你就跟他说马布迪这样子。那帅哥怎么说呢？帅哥呢叫做瓦布。
着旁边的男生跟他说寡妇。我发现你们好像就是先生跟太太是分开坐的。没有。好像女生男生有点那个是摩西分红海嘛，对不对？那个漂亮的叫做玛甘达。玛甘达。所以看着旁边的女生跟他说玛甘达。那耶稣爱你呢，就是马罕盖尤尼耶稣基督。哇，来，一起讲马罕盖尤尼耶稣基督。欢迎来到菲律宾。所以呢，我爸爸的身高是跟我一样高的，我是家族的遗传这样子。那我的身高也跟林书豪差不多高这样子，大家都认识林书豪对不对？对，那他是85公斤，对。那我是58公斤而已。那他跟我一样高，这样，他比我壮，但是呢，我比他帅。所以我常开玩笑说呢，我去任何地方呢，我的身高呢，让很多男生很羡慕；我的体重呢，让很多女生很羡慕。去哪里都被人家羡慕，还蛮开心的。但是呢，感谢神。我在台湾出生，那我爸爸是菲律宾的宣教士，所以呢，他们在我3岁半呢就带我去到菲律宾，我有个哥哥一个姐姐，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开始我们的18年的生活。那21岁我就回来台湾，我们接触了很多的青少年高关怀的学生，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经历神，在祷告中生命改变，那是另外一些故事。那今天我比较分享我个人的一些见证。所以我的外号呢就叫阿国，昵称一样。那你可以叫我传道，也可以不用加传道，没有关系哦。因为传道呢这个字让我听起来有一点沉重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很像随传随到，所以会有点压力。那你要叫我陈传道也可以，只是听起来还是有点沉重，因为陈传嘛，陈传道，是不是？所以呢，我在我的教会里呢，我的学生们啊，我的门徒都是叫我阿国这样子，会比较直接。那我想轻松就好了。那我也感谢神，现场有很多的长辈们，也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当中。那我会试着讲话慢一点，因为我很习惯讲很快，那我再讲慢一点。那我今天的主题呢叫做信心的看见，什么样的勇敢的什么决定？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信心的看见，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勇敢的决定。那到底什么叫信心呢？我们知道，信心它是一个不凭眼见的一个看见。它不是你用你的肉眼看到的东西。当你今天看到一个很软弱的生命的时候，你要看见是神放在它里面的计划，而不是它外面错误的行为。当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活在罪恶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他里面那个努力在挣扎、想要改变自己的一个信心，而不是他外面那种软弱无力的样子。如果今天我们只是要用肉眼去看世界的话，那活着真的是很没有盼望的事情。可如果今天我们可以用信心来去面对我们的人生，那会很不一样。所以我21岁开始呢，我们在忠孝东路的街头，我们在基隆的这个庙口夜市的门口，我们在反正很多夜市的门口，然后我们在很多街道上，我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接触了很多形形色色的年轻人。那有很喜欢打架闹事的，然后呢有国中高中呢6年被退学，就换了学校失所的，换了10次学校。那然后有吸毒的，有贩毒品的，然后有跟警察打架晚上去少年看护所过夜的，然后有被强奸过的国中生，我们有很多在我们教会很多被家暴过的孩子，他们都进到我们教会。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们很喜欢来我们教会。可是我的长相明明就很斯文，那我不知道，但是呢，他们就在我的这样的一个牧养之下，他们就来到教会。所以有时候我在台上讲到呢，他们就在台下呢就开始打架，你可以想看吗？不是开玩笑打架哦，是真的打架的哦。然后就开始会有表散资金啊，骂脏话，然后呢，我们当中也有5、6个人就很喜欢，就是烟瘾很重。一天要抽好几根烟，所以每次我在讲，他们脚都一直抖，脚不抖手就抖，手不抖头就抖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要一直跑去外面抽烟。然后呢，那个吸毒的就算不要讲就好，很可怕。所以那时候呢，我在21岁的时候呢，我在牧养时我非常的挫折，我就每天晚上我就跪在我的床旁边跟神祷告，我说上帝给
细心的看见，让我可以学习去爱他们。因为你会发现爱不下去，你可能今天关心一个年轻人，他可能就吸一口烟，然后往你脸上吐，然后就骂你三字经。这是我们遇过的，我们遇过几个国中女孩子就直接对我比中指了，也不是一两个而已，我们遇过很多的事情，我们很挫折。如果今天你的服事不是用信心来看到他们生命里的宝藏的时候呢，你会很难继续走下去。大家明白吗？那我以前呢，从小呢，我是一个学习有障碍的孩子。那我们也是经历了很多年的霸凌，所以我们就开始反霸凌回去，也就是呢，我们就开始霸凌别人。我们在小一的时候被霸凌，我们小三、小四，我们就开始带着别人去霸凌别人，然后我们就反攻回去，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混战里面，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我们就常常在打架，然后呢，要么就是在打电动，所以呢，那时候我们也电动严重上瘾，我们就开始打电动。我们一天呢，我们就打10几个小时的电动。然后呢，因为菲律宾的暑假跟寒假呢，这个放假的时候呢是没有暑假作业跟寒假作业的，有没有听起来很吸引人的感觉？滴小学嘛，对不对？是吗？有没有想要搬去菲律宾吗？不要了，不要这样，不要啊！所以呢，我们就是都没事情做嘛，那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先跳过这一段，我等一下来讲他的故事好吧？这是我小时候，那我是中间那个哦。那这是我姐姐，这是我，这不是我，大家不要误会哦，好吗？那这是我哥，这是我，那我们家3个。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开始就常常在打电动。那我们每天呢做2件事，要么在学校打架，要么回到家打电动，这样子，2个呢都不是很健康。所以呢，我们放暑假呢，我们大概就是凌晨3点睡，然后我们下午3点起床，然后呢，我们就是打得昏天暗地的这样子。然后呢，有时候我妈妈念我们的时候，我说妈妈你要懂得感恩。因为你看，我下午3点才起床，帮你省下早餐跟午餐的费用然后我妈妈听完了之后呢，完全没有被安慰那我就跟我哥2个常常打电动那我们的电脑，这是我16岁的样子我们电脑呢是很烂的，就被我妈妈摔烂过的但是呢，我们就妙手回春把它组装回来。那它还是很烂，所以呢，它必须要2根电线碰在一起才可以开机耶，可以想干嘛？我们就是坚持到底，因为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嘛。所以我们就很坚持打电动，很坚持。所以每周打电动的时候呢，我妈妈讲话呢，左耳进就怎么样？右耳出，鼻孔一起出，出得更快。那我们呢，我跟我哥哥2个，那因为我哥哥是电脑高手，所以呢，我想要什么样的游戏，他都可以帮我抓到，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常一起打电动。那有一次呢，我妈妈就很生气。他说：“为什么我讲话你们都没有在听呢？有学得很像吗？有学得很像不像吗？不够凶嘛？没关系所以呢，他就开始骂我们。那我们就有些口角，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妈妈，你在教会给我妈传道人嘛？你在打属灵征战，我们在电脑里，我们也在保家卫国内，我们也在保护我们的这个城池这样。然后妈妈呢就没有，她觉得没有很好笑因为我喜欢。”就是跟我妈妈就是互相开玩笑的，然后呢，我妈就去念我们。我说妈妈，为什么你在教会呢是师母，回到家就变母师呢？因为师母反过来就变母师嘛。然后呢，我妈呢又更生气了。我就学到一个人生很重要的功课，永远不要在女生生气的时候跟她开玩笑。那因为她不会觉得很好笑，所以呢，我就跟我妈妈呢，我们就是常常互相顶嘴这样。那我哥哥呢，就在旁边去打电动，所以有一次呢，我妈就很生气，我妈就冲过来呢，就把我们电脑的插头呢，就把它拔掉了，那你知道电脑插头如果拔掉的话，电脑会怎么样？就没电嘛，就跟冰箱插头被拔掉一样。所以呢，我就很挫折，因为我觉得在礼拜一的早上，你的插头就会拔掉，代表一整天都不能怎么样了。就不能打电动嘛，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时候呢，15岁的我就很沮丧。那我哥哥呢就过来安慰我，我哥哥就过来就说：“阿国不用担心因为呢我们有备用的插头。”所以呢，我就去打电动，那反正呢，我们有什么问题呢？我哥哥呢就开始帮我解决。所以在我们的2兄弟的同心合意之下呢，我们度过了每一次的难关，度过了每一次的高山的低谷。所以呢，就一直这样子到了18岁。那18岁的时候呢，我功课很烂，然后学校呢也没什么朋友，所以那时候我爸就问我说：“阿国，你长大之后你要做什么？”
我就跟他说也没有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啊，大概就去外面捡个破烂吧这样子，就是很随便回答我妈。然后我爸就很生气哦，我爸就说不行这样子，然后我爸说你要成为一个有目标、有志向的人这样子哦。那因为我听很多次了，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反应，然后继续打我的电动这样子，好，那就很糜烂。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活在一个很糜烂的循环里。大概1个礼拜我们都完全不出门啊，放假我们就完全不出门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啊，然后就是很晚睡啊，很晚起啊，然后就是生活没有目标啊。所以在18岁的时候呢，我内心呢实际上也蛮沮丧的，因为觉得人生没有目标嘛，对不对？所以呢也衣食无缺啦，但是就是觉得说，那到底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很好，那每个礼拜还是去教会哦。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我就常常去教会，因为就像一首歌嘛，我哪儿都不能去，所以我就一直在妈妈肚子里去教会，所以我孩子妈妈肚子里我就在稳定聚会。那我3岁半呢就开始在教会服侍。那你说3岁半可以做什么服侍呢？可以。那时候呢，我们全家5个人呢，我3岁半搬到菲律宾去呢，5个人开始第一场崇拜。后来我爸爸呢，在菲律宾开拓了一些微型教会，大概20多间左右，在北中南。那是后面10几年后的事了。但一开始我们就5个人开始，在我们的客厅里面。所以那时候我做什么服侍呢？我做最简单的服侍，叫做收奉献。那简称教会里的税吏，就是专门收钱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你3岁半什么都不会吧，不会讲嘛，所以就拿着奉献袋，然后跑到别人面前，然后就是那个泪水汪汪的看对方，然后对方就会奉献的，那还蛮有效的。然后拿到的东西都比较多，对，所以那时候我们3岁半呢，我们就开始在教会服侍。那小学的时候呢，我就一个人要负责整间教会的周报，大概小学5年级吧。所以我刚刚看一下你们的周报，基本上我们教会的周报跟你们的差不多，就是有小组人数啊。教会动态啊、消息啊、报告啊、11奉献啊、号码，然后流程啊，那我们会再加一些笑话、加个照片，这样每个礼拜。小学5年级，我礼拜5下课之后呢，我就要躲在办公室那边，我就要一个人把所有东西打出来，我要向所有小组长去收集资料，我要去买 A4 纸，然后如果没有的话，还要去买单本夹，然后安装好，然后负责去修明明表，结果坏掉的话，小学5年级我一个人要 cover 这些事情。那到国1的时候呢，国1、国2呢，我一个礼拜大概要做4样到5样的服侍，每个礼拜天。那大概就是每个环节都要做一样服侍。通常聚会前我要第一个到教会帮忙排仪式，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敬拜时间我要么是这个弹钢琴啊，要么就是伴唱啊，要么就是拍照啊，要么就是音控啊，要么就是反正一定有事情给你做。然后讲到开始的时候呢，我要负责做翻译，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呢。他是外国宣教士，我要帮他翻成这个英文这样子。然后呢，敬拜讲完到之后呢，我还要负责去那个收奉献完之后，通常我们还会去算奉献，还会帮教会申请水电费。然后呢，爱宴的时候呢，以前呢，通常你会帮我跑腿，因为我没有什么特长嘛，我就是腿特长嘛，我这个因为腿比较长，所以常常帮忙跑腿，去买东西。所以每一个礼拜呢，你一定会排大概4样到5样的。基本上你在聚会开始前呢，你要么就在后面，要么在前面，大概就这样子，就忙进忙外的。那所以，我其实，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呢，别人看我是说，阿国你是一个还蛮好的、还蛮认真的服侍者。大家知道我意思吗？我要这样子说，我在学校跟我在教会，跟我在家庭里面，其实是还蛮不一样的。你可以是一个非常稳定聚会的基督徒，可是你的生命可以完全没有成长。大家明白吗？你可以是一个非常稳定、委身在服事里面的基督徒哦，可是你的生命可以没有成长。我18岁以前，我可以告诉他，我服事了10几年，我们服事也很多，我们也稳定聚会，我们也守11奉献，我也上我爸的查经班，我们也上过一些装备课，每个暑假寒假，我也会被我爸妈逼去参一些暑期夏令营，什么圣经营什么，不管怎么样。但是18岁的时候，我人生非常软弱跟迷茫。我们还是一样在电动玩具的捆绑里，我们在学校骂脏话，我们还是打架，我们还是跟同学相处的不好，因为我被霸凌，我们里面都苦读，很多愤怒。我知道爸妈很爱我，可是我发现我里面没有办法去爱别人。甚至我在教会里面，我只会服侍，我不会跟其他人讲话，我觉得很封闭，然后把自己封闭起来，我的生命开始出现大的状况。18岁的时候呢，我很沮丧。所以我就开始想要学习怎么样来
生命改变，我发现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改变，所以我就很沮丧啊。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情绪低落的人，那只要一低落呢，我就可以好几天都不跟别人说话。所以我18岁以前呢，我就很容易低落。18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很低落，我就跑进我的房间，我把门关上，我就坐在我的床旁边，我就开始抱怨。那我就开始跟神说话，因为我以前是不喜欢祷告，我大概祷告只会做一半。什么叫做一半呢？就是我只会倒下去睡觉，只有倒没有告，就是做一半嘛。好，所以呢，好像很多人跟我一样嘛，有刚刚有效的应该都是没有经验的啊。所以呢，我18岁的时候我就走进房间，我就坐在床旁边，我就跟上帝开始说话，我说上帝啊，我觉得我的人生过得很不好，我说我不想要我现在的人生。我说我衣食无缺，我爸妈也爱我，我觉得信耶稣感觉也不错，但是好像也没有很需要的感觉。因为我从小呢是一个很神经质的人，我是一个很难相信人的人，所以呢我很容易怀疑东西，我是一个怀疑论者，这个从小就是这样，所以我会常怀疑圣经。我就说他们说方言真的是在说方言吗？还是只是舌头在弹而已？对，我就不知道。他们这个神经是真的假的？这个应该是心理学效应了吧？应该是，就是我就很容易焦虑，然后很容易变成神经质，我就很容易去质疑我的老师，或者质疑我同学说的话。所以从小呢，我很难去信任别人。我发现我在人际关系上有很大的问题。18岁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说我知道你存在，可是我又感觉不太到。那你到底有没有存在呢？”我开始跟上帝讲话，然后开始跟他抱怨。我说：“上帝，如果我真的认识你的话，我的生命应该更不一样吧？”我说我不应该这样子吧，我说我现在工作又很烂，然后这个都是红字，然后我没什么朋友，然后我很喜欢打电动，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停止下来，我就说我开始抱怨。那我就没事的时候，那段时间呢，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没事呢就会打一打电动，然后就很烦，跑到房间去跟上帝说话。可是我并不认为那个是祷告，我并不认为，我认为那个单纯就是在抒发情绪而已。那有一天晚上呢，我印象很深刻，那是2009年。10月的第3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那天晚上我心情很烦躁，因为我隔天呢我要带敬拜，可是说实在的，我根本没有那个心情带敬拜啊，我没有那个心情，因为我觉得生活好烦躁，还要被安排带敬拜，真的是真够了，人生够了这样，可是不能拒绝，因为是牧师的孩子嘛，对不对？所以呢，牧师孩子必须要教会别人服侍，要作为真的基督徒不行，这是我从小接受教导，所以呢，我18岁的时候，那天晚上，礼拜六晚上。我就在床旁边开始跟上帝说话，我说上帝啊，我说我明天要带敬拜，我说我实在是不想要上台，我说我觉得人生很烦，我就还是讲一样的话。可那天晚上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讲的比较投入，其实有些细节我省略掉，但是我的书里面有提到，我里面有讲的比较完整，我的第1章讲了有1万多个字讲这个故事，我就说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是可以再做一些改变，我说听说圣灵充满。是真实存在的，要不用圣灵来充满我。因为那晚上呢，我就不知不觉一直讲，结果呢，我竟然讲了1个多小时可是当下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后来我看时钟我才知道。然后我就去讲，我又不知不觉呢，我又讲2个多小时。然后我就很忘我的就一直讲，然后就开始很自觉的、不自觉开始唱诗歌跟祷告。我觉得那天晚上圣灵他亲自教导我怎么样来灵修，怎么样祷告。然后当我一边教书的时候呢，我突然有一种。很奇妙的一种经历，我只能说这是我个别的经历，我没有说每个人都好像会复制。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个风在我的旁边吹，而且越来越温暖的感觉。那我想说奇怪，也没开冷气，电风扇都是关的，然后门也是门窗紧闭，我说不太可能会有风啊。可是就有一个风在我旁边开始环绕我，而且是很温暖的感觉，而且越来越强烈。然后我就有点惊讶，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开始感觉我全身开始有麻麻的感觉。那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因为我没有这种经历过，所以我不知道。那我就去跟上帝讲话，我也不以为然，我继续讲话。可是我感觉越来越强烈的时候，突然间，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感到左上方有一个力量，就很压迫的就打到我头上。然后呢，我就全身就开始颤抖，要贯穿从头上打到我脚底的时候，我全身开始颤抖。那个颤抖不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对，我在床上一个人就好像就是然后就好像被上面抓着在摇一样的，然后我就开始一直狂摇，然后我就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非常的惊讶，因为呢我全身开始一直震动着，然后我就开始感觉很强烈，从肚子往上冲，然后就开始讲出方言，
你知道如果祷告这个往上冲是讲方言，往下冲是拉肚子嘛？可是如果你祷告往下冲去上厕所，好啦，就开玩笑的。但是我就开始往上冲，我就开始讲方言，然后我就很惊讶，然后我竟然就开始看到一些异象在我前面就出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惊讶。神就开始让我看到很多画面，是我以前犯错的画面，我软弱的画面，我犯罪，我怎么样欺负同学画面，我怎么样被欺负的画面，我就开始跟神认罪回来。我开始把我心中很多苦毒、很多隐藏的伤害和压抑很多年的这些愤怒，我就开始跟神释放出来。每天晚上我就一直哭，哭到我的床都是汗水和泪水，然后我就一直神就让我看到一些画面，我就开始跟神回来。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过去我是一个不太相信上帝的人，我不太相信看异象，我不太相信说语言，我不太相信说方言，我不太相信这些东西。我爸会这样子，但是我不太相信。甚至我是一直抱持的一种质疑，甚至某些程度是讥讽的角度在看这个事情。求主上帝帮助我。那个时候我开始经历这些的时候呢，我就我的思想有非常剧烈的改变。我知道我必须要做出一些调整。今天晚上开始，我变得很喜欢读圣经、跟祷告和传福音。所以我就开始每天晚上我就花时间读圣经。我就说，上帝，你要让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跟随你。然后我就开始去外面传福音，我在路上传福音，我就开始从很退缩的个性，我去到了佛具行里面跟这些佛具行老板传福音。我在我的学校跟那时候大学1年级，我在大学的校门口，我就拿一个牌子上面写耶稣爱你，我开始跟我的同学传福音。我们在校园一个人成立小组，然后我们开始去探讨别人，然后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很奇妙的神迹发生。我看特别是医病的时候很明显。我记得在我大学1年级的时候，经历圣灵充满。那个时候呢，我有个韩国的同学，我一直跟他传福音，然后他不太相信神，然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呢，有一次呢，我要去上课的时候呢，他跟我交肩而过，擦肩而过。那我就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他说呢：“我要去看医生。”我说：“为什么不去上课？”他说：“我喉咙很痛。”我说：“那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就说：“他说好啦，可以，但是我不相信祷告哦。”他这样说的。我就说没有关系。那我就帮他按头嘛，因为我长得比较高嘛，所以我就直接按到。那我就帮他祷告，我就帮这个女同学祷告。我说：“亲爱的耶稣，我用英文祷告。我说，请你来医治他，来向他彰显你的大能。”当我祷告很短哦，可是我一睁开眼睛的时候呢，我发现他哭了，而且他就一直哭，一直哭。那我看一下，我的脚也没有踩到他的脚啊，为什么会哭？那他就一直哭，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哭？”他就说：“我不知道，阿国，我就是很想哭。”然后就走掉了，就这样走，他没回馈哦，就走掉了。那我就去上课，因为我跟他同学嘛。结果过了5分钟而已不到哦，他竟然又折返回来。我说：“你不是要去看医生吗？怎么没有去看医生？”他说：“没有，阿国，你不知道。你刚刚帮我祷告完之后呢，我又再走了一下下，我发现我的喉咙竟然已经完全不会痛了，所以我就不去看医生了。”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哈利路亚！谢谢。这样的事情就在我们的路上，在房间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家庭看访的时候，在超商传福音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然后就很多开始出现，我们就开始在祷告中经历神一波大能。我们在路上带人信主，甚至我们看到耳聋失用的那个妈妈，她左耳是完全听不到的，我们就把祷告完之后呢，她的耳朵就砰一声就开始可以听到了。像这样的奇妙的事情就开始经历在台湾，在菲律宾的街头，在马来西亚，我就开始跟神祷告。我说：“上帝，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恩赐来服侍你？”我说：“因为我觉得我是一无所有的。”我说：“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我18岁的时候认为我是一无是处的，我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存款，没有什么存款，大概几千块而已。然后我也没有什么样的才能。我没有什么朋友，我圣经也半生不熟的，然后我的服侍也心不在焉，然后我跟家人关系也没有很好。我说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神就开始感动我说：“你可以写作。”我说：“上帝，你知道我最讨厌就是写作了。”我说：“我以前写作文500个字呢，我就故意只写500个字，最后一个字呢是句号。就混过去，然后内容就很浑水摸鱼。比如说主题可能是爸爸与我，我就说昨天我跟爸爸去看电视剧，有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就很没有意义的内容这样子。然后呢，内容很好笑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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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10个字的，对不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放10个哈这样子，然后就很没有意义的这个作文这样子。所以我以前讨厌写作文，可是上帝竟然感动我要写作，我就觉得说你干嘛要找我最讨厌做的事啊？但是上帝感动我，所以我就开始跟人祷告，上帝，如果你要我写作，好，我就开始写作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呢，晚上呢，当我顺服神，晚上我就被叫起来耶。我是一个很爱睡觉的人，你想干嘛？凌晨3点就突然醒过来耶，然后呢就开始睡不着了，然后呢就开始写作。有时候一天我就写1张、2张，有时候3张，然后就累积很厚一点的 A4 纸，然后就开始把它输入在电脑里面，我就把它用文章去分享。那个时候网络上有叫无名小站的东西，如果有知道无名小站吗？那时候我就无名小站播，然后我就开始在上面分享。那很快呢，我第1本书呢，就出版了。那出版以前，其实我常做噩梦，那时候我做了1、2个噩梦，梦到呢我的书呢印了1000本。因为书最少要印1000本嘛，然后塞在门口。在梦里面的时候呢，我父母亲在门口呢，就跟我说：“阿伯，你干嘛印那么多本书？没有人要买了，你看害我们出不去门口，因为挡住门口。”然后我就惊醒，全身冒冷汗，拳头紧握，然后就很害怕。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没什么存款，我跟我爸借了好几万。然后呢，我没有什么存款，我就自己学 Photoshop 啊，封面设计啊，然后学2个礼拜就把封面设计出来，我自己校稿啊，自己编排啊，自己申请版权啊，自己寄去国家图书馆啊，自己找代理商啊，自己跟他们谈价啊，我就全部5个月时间，非常辛苦的把它做出来。那5个月里面，我就一直跟神祷告，神就突然给我一个信心，在大概第4、5个月的时候，我称那个信心为急迫不然的信心。那什么叫急迫不然的信心呢？它很像但以理书的前面3、4章一样。那个时候不是有几个年轻人要被丢到火炉里烧死嘛，对不对？他就跟尼布甲尼撒说：“我不会向你的这个金像下拜，因为我们的神会保护我。但是急迫不然，怎么样？我也不向你的金像下拜。”意思就是说，就算我被火烧死了，我也不会向金像下拜的意思。所以那时候呢，神给我一个急迫不然的信心，我就跟神说：“好，上帝，如果你真的感动我出书，可是我不认为我的书会有什么样好的销售，因为我那时候中文很不好，我在菲律宾长大，然后从小就很混，就对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就记得我翻开那个国文啊，那种国1啊的课本啊，里面不是有叫什么孔子、老子，什么这个孟子嘛，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呢，我就问那个国1的学生，那个时候我也快20岁了，我就说：“为什么你们有一个中国人物叫做荀子啊？”后来我发现那字不是念笋，那个是念什么？那个是念什么？荀子嘛，对不对？他就说那个字念荀。我说好了，那不是我左边那字太像笋子的笋。那有时候像比如说音乐废词还是音态废词，我都搞不懂。但有一次我跟我妈说，我说妈妈，我觉得上帝感动我写书，我真的不想写，因为我的中文造诣不是很好。我妈就笑了，我妈说那个字念义，就是诸如此类东西，我就是搞不懂这样子。那我国文就是弱弱的。所以我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要我18、19岁就写书？我说我连恋爱的经验都没有，我还没谈过恋爱对不对？你不觉得谈过恋爱人生还可以丰富一点吗？阿妹吗？没有，这边的人都相亲结婚了吗？所以呢，我就祷告之后，我就跟上帝说，我有一个急迫不然心，说上帝，就算我的书1000本只卖了10本，我说990本我要送的，我都要送出去。我说，因为如果是你感动我，那我宁愿保留你的感动，我宁愿损失一笔钱，我还是要保留你给我的感动。我渴望讨你的喜悦，胜过我对这些金钱可能会没有办法回本的恐惧。就觉得这叫做信心的看见。如果没有这个信心的看见，我不可能做出一个勇敢的决定。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那我感谢神，当我出完这本书之后呢，这本书在那一年就开始在台湾就开始热销。成为相当这个畅销一本书。这本书感谢神，到目前为止已经卖出了11000多本耶！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来，这样。感谢主。所以我开始的第2本书，第2本书也非常的热销。第3本书呢，是我最热销一本书，已经卖出了35000本以上。感谢赞美主。那这本书也祝福了很多人，也让很多人在祷告中经历上帝叫内室祷告，是不是哦？所以我就开始19岁呢，我就有这样的荣幸，上帝给我的恩典还有怜悯。虽然我什么都不是，上帝呼召了我开始可以服侍他，以至于我就开始到各处去，就是我们的签书会啊的时间啊，我们就开始为人去祝福他们，然后我们的书呢，在书房好几个月的时间，事实上到2、3个月前还是畅销排行榜前50名或是5名，有时候10名这样子，真的祝福我。过去8年的时间，这本书一直在祝福很多人。那我们当然也去到各个不同地方，我们去到了西安堂，我们去到了这个基督徒聚会，我们去到了云阳堂的体系，我们也有去长老教会的体系，这是神召会的体系，有4天的时间向500个年轻人分享。我们感谢神，神开始祝福我们，我们也去到美国，我们在香港的50节圣协会的体系当中，也
带领他们经历上帝。我们感谢神，我们也去到了温哥华、多伦多，在不同地方，我们看见神很奇妙的作为。当然，我们也去到新加坡。去年11月，我刚从新加坡读完了英文的神学院回来这样子。我还是非常喜欢台湾，所以很选择住台湾。当然，我们去一些学校或是一些机构、一些职场在演讲。这不管我10年都一直在做的事情。我非常感谢神，因着神的怜悯，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在这里，我们一起给上帝一个掌声，哈利路亚！不管你几岁，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好吧？跟你旁边人说，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神对你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有2个计划，一个是神给我们的计划，另外一个是撒旦给我们的计划。你知道撒旦其实也为我们预备计划吗？你们知道吗？耶利米书29章11节不是有说吗？他说：“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意念原文是计划的意思。我可以这样说，我对上帝对耶利米说，我对你们所怀的计划是赐平安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把你们呼求我，我就应允你们。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一个东西要降灾祸的计划。我们也知道，在以弗所书第6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那属灵气的在征战，而他们是会攻击我们的，他会射火箭，会有怀疑，会有纷争，会有恐惧的火箭在攻击我们，我们要信德盾来抵挡住的。我们也知道，在哥林多后书有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有坚固的营垒。那个东西呢，会拦住我们认识神，会窃取掉神对我们的一些心意的，会抵挡人，或是那些一些至高之事来拦住人顺服基督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黑暗权势对我们是有一个计划。所以魔鬼怎么样推动他的计划呢？透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怀疑，还有恐惧，透过我们生命中的自卑、比较、嫉妒，还有纷争，透过我们生命中的血气、我们的情欲，他成就他的计划。可是上帝怎么成就他的计划呢？透过信心。上帝透过信心来成就他的计划。因为主人们，当你今天会忧虑的时候，相信我，忧虑无法成就任何的事情。忧虑永远只能破坏事情，忧虑会破坏关系，忧虑会破坏你的信心，忧虑会破坏你里面的一个自我价值观，忧虑会窃取掉你的喜悦，而撒旦透过你的恐惧跟忧虑来成就他对你生命的计划。而当你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他赐给了我们一个从神而来的超自然的信心，为了透过这个信心，我们可以寻求他。Amen。感谢主，感谢主，这个非常重要哦。所以经文我们刚刚读过了，那我们就不再重新读一次。我们看见经文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怎么样？怎么样？信神怎么样？心里信神，就要成是我救必可以怎么样？也就是说，得着救恩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有人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耶稣基督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得着这个救恩。我们生命是得着者。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一个学生呢，他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可他很容易就是软弱，他很容易陷在一些罪恶跟恐惧里面。他就是那种很多愁善感型的那种学生，你知道吗？那他有一次跑来找我，我带他信主嘛。他说：“阿国，我觉得我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过去好几个礼拜，我完全没有灵修，而且我跟我家人关系变得更恶劣了，而且我在学校呢也很喜欢做坏事跟骂脏话。我觉得我完全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了。”我说：“等一下，先不要讲那么多。我说你相信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吗？”他说：“我相信啊。”你相信你的生命是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吗？他说：“我相信啊。”我说：“你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你靠着我们可以得救吗？”他说：“我相信。”我说：“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的生命就怎么样？是怎么样？”我说：“你是得救的。”我说：“的确，你可能现在是受亏损的状态，你现在没有同时积赚财宝天上，你受亏损，但是你的生命是得救的。”我说：“如果今天你里面没有这样悔悟的心，你又怎么可能找我来问这个问题呢？对不对？”所以我知道他里面有个悔悟的心。我就跟他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我用一个比喻，我说一个房间呢，再怎么大，再怎么样的黑暗，可以想象一个很大的房间，进入到一个最深的黑暗当中，完全黑暗的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我只要点一根蜡烛，那个蜡烛再怎么小根哦，它所散发出来的光芒，不是任何的黑暗或再多的黑暗可以吞噬的，因为光的本质是胜过黑暗的。
甚至科学的角度，我们会这样解释黑暗：黑暗是光的缺席。所以黑暗本身其实是不太存在的，而光本身才是真实的存在，因为它带出热能，它是可以带出一个光线的，它是可以让人感受到的。我要这样子说，一个再小的信心都是从神而来的。你千万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去忽略、践踏或是比较上帝的信心。你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神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Amen。所以当信心在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保守这个心，我们要保守这个信心，让它不至于被催眠。而当我们保守这个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让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要慢慢让它烧起来。可是我发现很多基督徒，我们先不要谈什么属灵征战，什么被鬼附，虽然我们处理过很多这种案例，但是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他们会活得很无力、很软弱。其实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因为属灵征战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里面有太多的自我控告跟自我评价。有些基督徒呢，他们的属灵的那种怎么说呢？属灵的一种得着哦，它是其实是一种比较来的。他们是用比较的方式，比如说，我觉得我服侍比他多那我比他更爱上帝。他们是用因行为称义的概念去得着这种因为比较而得到优越感。那这种比较得到优越感，绝对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因着圣灵成为完全的圣洁了，阿们吗？所以我跟一个刚信主1天的人，我跟他是一样圣洁的。我不会比他更圣洁，我绝对不会因为读更多圣经就比他更圣洁。我不会因为祷告比他多就比他更圣洁。我不会因为比他更早信主，比他早了10年受洗，我就比他更圣洁。不会，因为只要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的生命是被圣灵来洁净的。他的生命是完全圣洁的。当然，我们的成熟度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活出圣洁的程度会不一样。他可能还不太会传福音，他可能对真理是完全这个一知半解的。可他里面的生命是被神赎回来的，因为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就可以得救。Amen。而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信他的人就必不至于羞愧。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有人相信神还在羞愧里面啊。明明就有人相信耶稣了，还是同时在那个时候要遵循很多犹太人的律法，觉得说我们还是要受割礼，我们还是要遵守约束，我们还是要遵守这个的东西。那他就活在一种脚踏两条船的光景里的时候，他活得非常辛苦。18岁以前，我发现我的属灵的成就感是从比较来的。所以18岁以前，我还蛮摇摆的，在教会里面走路真的走跟螃蟹一样。我看到新朋友的时候，我发现我心里会有批判。那看到新朋友祷告不闭眼睛，我说：“新朋友祷告不闭眼睛，完全不敬虔爱主，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哇，他们怎么信主那么久，圣经都不熟？因为我们从小我们就会偶尔翻一下圣经嘛，所以我们就里面会有这种比较跟嘲讽我们的想法。那这上帝就凸显，就光照我，告诉我这是我里面的一个骄傲。弟兄姐妹们要很注意，是你的属灵的生命，如果是因为比较而来的得到优越感，它是完全错误的，它从人而来的。”今天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独立的关系，你要担任因着服侍神而得到一种最天然、最自然的一种喜乐的平安。你有这样的平安吗？这是你要去追求的。如果今天我们只很努力的一直因行为来称义的话，你会失去因信称义的平安，你会活得很辛苦。因为你每次灵修的时候呢，你是因为被罪疚感推动而灵修的，你知道吗？我就说我过去6天都还没有灵修了，我要来赶一下，已经辛苦了。然后看到牧师，还是不要打招呼啊。牧师如果问我有没有灵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心里有就那种小剧场啊 ，OS 啊就会出现了。有时候我们是被罪疚感推动而灵修我们是为了消除我们里面那种赶不上途径进度的罪疚感而灵修的。相信我，以这种心态来灵修，真的就草草了事，你也不会有什么得伤。你必须要回到一个因信称义的最起初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私下的工作上，上帝我们的生命已经是完全的被赎回了。我们的生命是因着相信，我们单纯相信，我们是完全的得着拯救的。阿们。姐妹弟兄姐妹们，我们不需要再靠任何的努力，好像才可以说让我们得救。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会不会努力传福音？会不会？会。一个得救人会不会努力的服侍神？会不会？一定会。我们会带出一个信心的行为，可是我们不是用我们的
自以为的行为来去说，你看，所以我有信心。我们不是这样反推的，我们的顺序要对，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感谢神，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是被神所赎回的，而那样的轻松跟喜乐，它让你里面有一种自然的爆发力，让你很乐意的去服侍神。18岁之后，我的服侍暴增了2倍到3倍。原本只有在周末，后来在周间的时候呢，我会自愿的进食祷告啊，传福音啊，去探访人。所以到19岁我开始写书啊，去外面巡回啊，讲道啊，我们去了300间以上的教会服侍啊。我们的服侍暴增了大概2倍到3倍，甚至更多以上。但是我发现我变得很行了，我发现我变得比以前更累没有错，我们做更多服侍没有错的。虽然我小学就做很多服侍，国中做很多服侍，可是我后面做更多，一直到现在我刚开拓教会2个多月，我们还是要在做很多的服侍。你知道我昨天跟前天也是忙了一整天，但是我们很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为神而活。当我们不再比较、不再嫉妒、不再纷争的时候，我发现这样的信仰非常的喜乐跟轻松。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哈利路亚！感谢神。圣经说什么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的求。所以你要常常呼求上帝的名，耶稣啊，我们感谢你。耶稣啊，我们谢谢你救赎了我们。我鼓励大家每个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放一首诗歌，就是不要让很多的事情先进到你头脑里面，也就先让赞美的心充满在你里面，然后你就发现那一整天呢，就变得更喜乐、更平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去定睛仰望，看见耶稣所成就的工作。不要一直在活在比较里，因为祷告如果不是让你更谦卑，祷告会让你更骄傲。祷告如果不是让你更敞开，祷告会让你变得更封闭哦。什么意思呢？我看过有人呢参加完祷告会，回到家之后呢，就去骂他的先生跟孩子，你们怎么都没有来祷告会啊？你们答应我要来吗？你们这些刚硬的基督徒，你们失言而肥。然后呢，参加完祷告会，然后就开始骂他的先生跟孩子这样子。那祷告如果不是让你更谦卑，祷告是让你更多的去比较。因为觉得我们一个真正会好好的面对自己来祷告的基督徒呢，他会知道他完全没有任何批判跟定罪的权利，因为那完全是在上帝手中的。今天我们让圣灵更多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里面隐藏的隐而未现的罪被显露出来，以至于我们会知道，我们甚至是比非基督徒有更多罪还需要去背负的。因为我们的罪被显露出来了嘛，所以上帝已经让认罪取代了定罪。一个会一直定罪别人的人，一定也是会一直定罪自己的人。可当我们选择开始跟神认罪的时候，我们不再用定罪跟批判面对别人的时候，你放过别人，你也放过自己。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非常清楚知道教会的文化。我去过各个大宗派，我们也跟很多牧者聊过的，我非常清楚知道。基督徒的问题在于我们很喜欢控告跟定罪自己，以至于我们在服事中，我们在灵修中，我们往往是被一种奴仆的心，或是一种单只有责任却没有爱的心态，或是一种罪疚感来驱使来去做很多事，以至于我们越做越累，我们做的很没有喜乐。牧师说谁要当小组长？不要选我，拜托不要选我。然后牧师你可以来做先班祷告，牧师不要我做了。反正你做了之后呢，账单要你付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很多人退缩，奇怪，信耶稣不是应该更勇敢吗？为什么我们变得越退缩呢？然后服侍神好像就变得很多害怕跟恐惧。我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我们可以开心的、平安的、敞开的、喜乐的来服侍上帝。Amen。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哈利路亚！感谢神，感谢神。好不好？其实我还有一些部分，但是我想。也不要都一直讲太多，我可不可以跟旁边的人有2分钟、1分钟的分享，可以吗？就是转过去跟旁边的人互相的分享，2个可以吗？所以找一下旁边2个，然后跟他快快的分享一下，来转过去，对，2个，最多3个，不要超过3个，很快的分享一下你刚刚感动，2分钟。我爱你，宝贝。2分钟哦。那你要分享给我听啊。
压抑了这个信心的大能，好好的去爱这个信心，去感谢神给你这个信心。因为如果不是上帝主动的向我们彰显他自己，我不可能认识他。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他说，若不是人被圣灵感动，没有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是主。连我们今天要说耶稣是主这4个字哦，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在感动着我们说，我们才说得出来的。我们是完全被动的来感受、接受、看见、认识神，并且接受这个救恩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单单可以认识主，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了。像我们以前在外面分享祷告的时候，我就很容易遇到一个问题是，会有人问我阿国，为什么我的祷告都没有蒙应允呢？像我今天下午我要去基隆3个小时要教祷告的课程，我一定会问到这个问题，一定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为什么祷告都没有蒙应允呢？我说孩子，我说你要了解一个重点，祷告有没有蒙应允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们，所说第2章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人们竟然可以向全然圣洁的上帝说话，这个本身就是最大的神迹了。阿们。神的救恩临到，以至于他让我们可以与天父再次和好，又将这个确认他和好之分赐给我们。光是这个神迹，光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神迹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诗篇第100篇说，我们要以喜乐的心、赞美的心进入他的门，进入他的院。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敞开的心，以感恩、感谢神的心来面对上帝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祷告会变得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只是要神来满足你的需求，却不是先来满足上帝的心。你不是来亲近神的，你是把生命树当作摇钱树来靠近。而这样子的一种拜耶稣的想法，就跟外面很多求神问卜没有什么两样，你只是换一个神在拜。当你今天来认识神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在乎关心的神。他是独一的上帝，他是一个忌邪，也是一个爱我们以至于嫉妒我们的神。他会嫉妒，当我们今天去拜偶像的时候，或者我们心中有恶意的时候，有其他想法的时候，他是会嫉妒的。我们要与神保持一个独立的关系，是单单的爱他，并且为他所给我们的一切来感谢他的。Amen。每次就是好好的祷告，回到这样一个原点，回到这样起初的爱，你会发现在中的服事，你就觉得好轻省，好喜乐。我们刚开过教会，然后我记得大概我3个半月前从国外回来，然后2个半月前我在新庄我们开过教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先把很多的奉献都给出去了，我们把建堂基金很多给出去了，我们给出去了40多万，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钱并不多。那我们一开始的开销呢，在到4月中左右，大概就是1个多月前，我们大概花了70多万。所以我们是先借钱的，我们花了70多万的钱。那我们呢是4个20多岁以前开始的教会，2个大学生，一个社青非常忙，一个月只来教会1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这样子，所以我们4个人开始，然后呢我们就凭着信心3个半月前开始，2个半月前的时候开始，然后我们就一开始第一个月去了平站这样子。这个我们就花很多开销，做木拉门啊、木隔间啊、板泥控啊、租场地啊、押金啊，然后冷气啊，3台就15万了啊，什么之类的啊。可是我们就每天祷告，我们说上帝，当我们带出了一个信心的看见、勇敢的决定的时候，你让我们经历很大。结果我们根本就没有跟任何人募款过，我们没有公开募款，我们也没有跟任何人募款过，所以就让我们在第2个月的时候，我们开始还这一切，一直还。那大概到1个月以前呢，我们只剩下11万左右的一个负债，11万，11万。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就在祷告。一开始的时候呢，2个月前我就说，上帝可不可以让我们这70多万的开销，3个月以内可以全部还完？3个月以内。那时候祷告完之后，我心里还蛮心虚的，因为老说也太快了，怎么会有人？那时候我们也会有大概5、6个，然后呢也很妙。可是我祷告完之后，神就用一个相当快速的方式，慢慢的就有人被感动。然后呢，有一天呢，1个月前，今天是几号？6月中了。5月中的时候，有个妈妈呢，礼拜6早上打给我们，她说阿国传道，你们教会现在还有欠债吗？我说还有，大概11万多。她说阿国传道，我昨天整个晚上都睡不着呢。上帝感动我要为你们教会奉献，然后我说那多少？他说你现在欠债多少？我就把完整金额11万5870多块
块 something， 然后我说哦就这笔钱，然后他就说真的吗？他说那我帮你们全部还完，然后就立刻礼拜六早上就跑到银行去，银行一开门哦，在银行门都等哦，就把这笔钱汇到我们的账户里面。1个月前的时候，我们教材刚开始1个月1半而已，1个半月而已，神就完全的偿还了我们所有的债务了，也是一个掌声，哈利路亚。诸如此类的事情就开始在过去这1、2个礼拜，在过去1、2个月开始一直在发生，很奇妙的事情。我要讲只是当你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的时候，神负你的责任的时候，那是一个喜乐道路，那是一个请神道路。其实我可以有很多理由不去开拓教会。第一个，我的身体其实不是非常的好。那第二个呢，疫情爆发的时候，谁敢开拓教会？对不对？疫情爆发然后重点是我们也没太多钱几万块而已，然后那个我们会把建堂金都分出去，然后我们才4个20多岁年轻人而已，对啊，我们就是经验也不是很充足，但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见他。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是我渴望经历的。我的人生还很长，我还有可能10年、20年、30年，我希望我接下来40、50年是可以越来越经历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知道现在有些年轻人，你越年轻接受神的挑战，越值得。阿们，你越年轻接受神挑战越值得，因为神的挑战很需要时间去揣摩，很需要时间去默想，很需要时间去分辨、去了解，很需要时间去浸泡在里面，你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很需要这样的时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亲近神祷告，好像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要不然我没有这个勇气做这个选择。感谢赞美主，凡求告主你的，就必然的得救。我们常在呼求当中、祷告当中，我们都经历上帝的作为。阿们，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好吗？得着救恩呢，并不困难，但是传讲福音呢，需要怎么样？勇气还有智慧。传福音的时候，我很需要勇气。像我记得我最早期的时候呢，我带了一个人信主。那这个弟兄呢，他是一个高中就在去那个抢劫超商啊、贩毒啊、飙车族的人啊，所以呢，他也是一天抽1包半的烟，他就是很重的烟瘾。然后我那时候25岁嘛，然后他24岁嘛，比我小1岁，然后我就带他信耶稣。他是一个非常吊儿郎当的人，他爸爸是一个道士，妈妈是贩毒的，然后他们家庭是离婚，是很破碎的。他从小也是就是霸凌啊、被霸凌啊、霸凌别人长大的，很多问题。那我在街头上呢，就把他带进教会，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你要相信耶稣，然后他很快的呢，反正我就跟他讲，他就信耶稣了，他成为一个很火热的基督徒，他就跑去呢他的朋友圈，他朋友都是那种就是不要讲活动没关系，他朋友呢就是很有个性的那群，以前混混的这样子，他就跟他说你要信耶稣，他朋友当然就笑他嘛，你怎么去信耶稣啊？你该不要跟我们要什么11奉献吧？对吧？很好笑。他就说不行，你们一定要信耶稣，因为你们如果不信耶稣，你们都会下地狱。他就这样跟他们说。然后呢，他就一个一个去威胁他们哦，你们要信耶稣，你们现在就下地狱。然后呢，1个礼拜后他就过来找我，他给我传道，我好挫折，我没有一个朋友要信耶稣。我说你怎么传福音的？他说我跟他们说，如果你不信耶稣，就会下地狱。我说你这样传，怪不得没有人要信耶稣。我说这叫做恐吓群众。我说你这叫属灵情况吧，我不行这样子。我说你在骗钱的，我说你是恐吓的传福音方式。我说我们的神是传平安的，对吗？所以他需要他有没有勇气？告诉有没有勇气？有没有？有勇气，可是游泳怎么样？如梦。有勇气没有智慧，弄到最后他朋友都不想信耶稣了，他反而更挫折了。这东西我也犯过这个错，所以要很谨慎。那像我带这个学生的时候呢？他以前也是状况很多，可是每一次我去他板桥到家里的时候呢，我就一定会跟他的爸爸妈都是非基督徒嘛，他爸爸呢有时候还会嘲讽基督教，就是他孩子如果跟他说去教会啦，他就去教会干嘛什么之类的，上帝又不存在什么之类的，反正每次我去呢，我就会把经文卡，就那种经文卡，就是交给他爸爸妈妈，然后说为你们祷告，那他们不好意思拒绝我嘛，因为我跟我的那个亲戚嘛，对不对？他不好意思拒绝我。然后呢，因为他们孩子在我手上，所以他们就不好意思拒绝我这样，所以呢，他们就接受我祷告1次、2次，我大概在这3年当中，我大概去他们家10几次吧。然后我就每一次去我就帮他们祷告，然后我就带孩子去尊荣父母亲，然后我就放一首诗歌跟他们一起唱。就这很奇妙，在我快要离开原本教会的服侍的时候，他妈妈就跑去真理堂聚会了。
就跑去教会聚会了。然后呢，那个是3年前的故事了。那我3个月前我刚回来台湾，我又去找他们去板桥，我去找他们的时候呢，他爸爸就很开心地跟我说：“阿古传道，你知道吗？我上个月我刚把圣经完整读完一遍，跟着我们教会的这个全年读经，他就握着我的手，然后为着我祷告，上帝啊，给阿国像摩西一样的生命吧。”我看他生命可能还读得不是很熟啊，不知道摩西在旷野40年吗？但是我很感动，我就眼光泛泪，因为我就想到3、4年前我是怎么样跟他们传福音。他们虽然表情有点为难，可是只要1次、2次、3次到第10次，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他们生命救主，他们家庭关系持续的改变，我们为此感谢耶稣，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我要讲的是，我们可以得着救恩，是因为有人付上了代价传福音给我们。你可以信耶稣，绝对不是一个偶然，它不是一个巧合，它不是说有人突然间醒来，我要信耶稣就信，不是，因为有人为你祷告。有人他付上代价传福音给你。来，第一代基督徒请举手一下，第一代基督徒。没有第一代基督徒吗？第一代就是你全家都不是基督徒，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先信主。有感谢主。第一代基督徒能够信主呢，一定是因为有人传福音给你，一定因为有人付上代价。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或是有教会在为着没有信主的族群在祷告，以及圣灵会感动你来到教会或者来信耶稣的。我很感谢神，我们一定要能够看见他们付出的代价，我们要看见教会的同工所付出的代价。一个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是因为当我们今天还没有来教会以前，就已经有人在打扫场地、在排椅子、在做周报，就已经有人在练诗班，已经有人在练敬拜，已经有人在预备所有的器材。我们能够享受今天这一切，是因为有人付出的代价。Amen。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样的代价，而且回应这样的一个代价。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在恩典当中去负起责任，我们就会放纵恩典。我们就觉得说，信耶稣就信啊，我信了10几年了，反正就这样子。就是因为这种心态，我们才会持续的在救恩当中没有办法活出救恩的大能，我们才会一直放纵恩典。因为我们不懂得去感恩的时候，我们无法经历这个关系的连接所带出来的大能。奉耶稣祝福大家看到别人为你付出的代价，并且回应他们，并且同样的付出代价来建造神。因为觉得不要活在一个廉价的福音里，因为真正的福音会使你怎么样？会使你生命改变，它会改变你的生命，它会充满你，它会让你的心是热情的。今天耶稣基督他不是弹一个手指我们就得救，耶稣是为我们惨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就可以经历多大的复兴。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表现出来就好像只是那种软软的啊、烂烂的啊、起起伏伏的啊，那代表我们没有活在一个宝贵的福音里面。我们看福音是很廉价的。所以我们觉得没关系了，我有时间再祷告就好了。等我有时间，等我想要了，等我感觉比较好了，我再传福音好了。你会发现，当你把上帝放在第2位的时候，他就永远没有办法在你生命中带出更大的能力，因为你是把他放第2位。神不会甘心在我们心中做老人，他会选择离开。我不要说直接离开，我只是说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他。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做了10几年的时间，我没有经历到上帝。我的家人有经历，可是我没有，因为我选择封闭我自己。我们祷告求上帝，让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灵眼，看见耶稣救主的大能。Amen。感谢主，好吗？所以基督徒所有为主而有的牺牲，也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牺牲上。我记得有很多晚上，当我服侍很痛苦、很有压力的时候，耶稣就让我看见他的痛苦。然后在看到耶稣的痛苦那几分钟当中，我发现我痛苦就被除去了。你为了耶稣所有的牺牲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牺牲上，所以你的痛苦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让你更多认识痛苦的耶稣。你服侍上面的痛苦它是有意义的，只要它可以让你拉近跟痛苦的耶稣的距离，那你的生命就会更加的完整。比如说让你看到耶稣也走过一样的道路，耶稣也是一样的被拒绝，耶稣也是一样的被伤害，可他会持续的胜过他生命中的很多，他以至于死，顺服到以至于死。所以我们不要活在一种痛苦里面，我们不要活在苦毒的想法里。耶稣的确待在坟墓里面过，可是他只待了3天就离开了。你不要永远活在一种苦毒里，你不要活在一种痛苦里，你不要活在一种悲情、英雄主义，好
好像服侍就是要随时殉道的感觉。我们要喜乐的服侍，我们要开心的服侍。可在服侍的痛苦当中，你要了解，它会让你更多认识痛苦的耶稣，所以它是值得的。Amen。现在为止，它是喜乐的，它是值得的。服侍神呢，它是一个经历神丰盛的关键。当你持续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像我昨天才去打扫厕所而已，我们前天才去帮忙采购一些儿童主日学要做的事情而已。我们还是要去做很多的琐碎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建造生命，我们知道我们在抢救灵魂，我们知道我们在带领人信耶稣。我们相信我们服侍神，它是一个经历神丰盛的关键。跟旁边人说，服侍神是经历神丰盛的关键。服侍神是经历神的丰盛的关键。如果今天你都没有服侍，你只是听讲道，相信我，我18岁以前我听了992场讲道，我生命没有改变。那么今天我们只在互相浪费时间而已，我们其实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觉得听讲道是很棒的事情，可是如果今天我没有在祷告当中被兴起来勇敢的、持续的、深入的、委身的来服侍上帝的话呢，你会发现，当你不懂得建造教会，你的生命也不会被建造起来。因为建造教会就是在建造自己，对不对？所以我决定用我的一生来服侍神，建造教会，是因为上帝他救赎了我的生命。我曾经本来一无是处、一无所有，直到我18岁的时候翻转我的生命，他让我再一次发现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是可以为他而活的。我说上帝把我的生命从垃圾桶捡回来，我们决定生命服侍。因为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来服侍神，是因着神的怜悯跟选召，我们今天可以在街头传福音，我们今天可以服侍青少年，我们可以去为着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来去预备事情。我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跟恩典来洗厕所，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跟恩典在路边流着汗传福音，就算一直被拒绝14、24，我们还是很开心，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服侍神就是一个过程，因为认识耶稣是最大的奖赏。当你回应神的感动，你就会活在神的哪里？感召你。等到你只是忙碌于世界而已，你就会活在人的感叹里面。我们生命可以活得更有价值，让我们生命持续的来回应他。请问一下，动物会不会生老病死？会不会吃喝拉撒睡？那人类会不会吃喝拉撒睡？人类会不会生老病死？那我们跟动物有什么差别？你看到有些人呢，就是活得跟动物很像啊。所以人活得，我问你，人累不累？人活得累不累？所以叫什么？我们叫人类嘛，因为人活得很累嘛。请问一下，你生命烦不？人会不会有很烦的时候？会不会有啊？所以我们叫凡人嘛，对不对？人类跟凡人嘛。如果今天你单单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相信我，那很累。因为你会知道有一天你会什么都没有，会死掉，什么都带不走。可当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东西在天上是被纪念的时候，而且在过程当中就经历100倍的祝福的时候，今世100倍，来世的100倍的话，感谢主，他是完全值得。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经历神的工作，还有天堂的滋味，现在就可以开始。服侍上帝是值得的，但是我们要必须改变我们的心，上帝是我们心思意念更新的力量。好像我们变常活在神的感动里，去完成神的感召。你不要常去感叹说啊，怎么又怎么样了，教会又怎么样，我又怎么样了，那个又怎么样了。我奉名祝福大家，让我们从感叹走向神的感动。感谢主，感谢主。好吧，最后一页我要结束了。越是传讲福音的人怎么样？越能够活出福音的那。所以不要害怕讲见证，勇敢讲见证，努力讲见证，用各样的方式讲见证。你要持续的传讲福音，因为你一定会去讲里面所真实经历到的东西。所以一个不会传福音的人，或者他不敢传福音的人，他一定是还没有很深刻的经历到福音的。那鼓励你好好的回去祷告，好好的回去跟你的属灵的领袖同伴去分享一下，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一定可以被解决的。耶稣是我们最终的解答，一定可以解决，只是怎么解决而已。所以我要讲这个故事，我要结束了。这其实不是我个人的故事，它是一个我朋友的故事。那他大学的时候呢，很努力带他的朋友信主。他有个朋友呢，也是非常的理性、怀疑论者的人。他每一次带他朋友去团契的时候呢，他朋友都不想相信耶稣，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等有特别讲员的时候呢，我才带我的朋友来到这个团契。所以每一次团契邀请了特别讲员的时候呢，他邀请他这个很刚硬的朋友，他自己说的，去到这个团契里面听讲道。可是听了1次2次，他朋友还是拒绝相信耶稣，他就很沮丧。就过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就没有再那么紧的 follow 他的朋友信主的状态了。
那有一天他朋友就突然过来找他，就跟他说，某某某，我信耶稣了耶。那我这个朋友就很惊讶，那是他大学嘛，他就说你怎么信耶稣的？你是听了哪一个讲员讲到信耶稣的？他说没有啊，就是我去团契的时候，我看到有个老奶奶在洗碗，那我就跟她聊天，我说老奶奶你为什么要在这边洗碗？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老奶奶就开始把她的故事讲给我听，她怎么样经历神，她怎么样被神恢复，她怎么样信耶稣。她说她听了之后就很感动，那一天就决定要信耶稣了。没有在一个光鲜亮丽的舞台下面，没有一个名讲员，就是一个老奶奶，在一个昏天暗地的一个厨房的角落在洗碗。这个学生就把他生命交给上帝。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上帝儿女们，你们都有能力可以造就你们都有这样的信心跟勇气，因为神早就已经给我们，他已经在你们里面了。你们只要好好的去挖掘，好好去看重它，并且去保守它，持续的活出它，星星之火就会燎原。你们生命的热情可以影响到更多人，好对吗？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祷告。我们会放一首诗歌，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叫《一粒麦子》。但是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祷告说：上帝，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樟树港教会，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下一代，来建造我们身边的非基督徒。主啊，吸引我们的心来回应你。
着耶稣世上生命的，就必然得着生命。主说，我们感谢你，你呼召了我们起来服侍你，让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平静飘飘之后，遇见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平静飘飘之后，遇见神的荣耀。主我愿意，跟主说，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是种生命平凡的生命。让我们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说，主啊，我们愿意来回应你。我们开口来说，主，我放下我的面子，放下我的价值来回应你，放下我心中的痛苦来回应你，放下我心中的惆怅来回应你，放下我心中软弱来回应你，来教导我们，也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开口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继续开口来回应他。哈利路亚！你可以用方言，用灵歌，你可以用赞美，你可以用宣告，你可以用诗词，你可以用口唱心和的来回应他，来赞美他。耶稣，我们感谢你。耶稣，我们感谢你。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救恩，我们谢谢你的救赎，我们谢谢你十架上一切的工作，我们谢谢你宝血的大能，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好吧，开口来赞美神的属性，开口来赞美神的救恩。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架上，你留下的宝血赎回了我破败的生命。你用经文来祷告，宣告经文来祷告，自由的开口来祷告，进到那个赞美神救恩的楼里面。如果你对人可以坐着没有关系，你可以或站或坐，用你最轻松、最专心的姿势来回应他。主啊，愿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最亏缺的一个荣耀。主啊，说，但是我们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诚意。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主啊，在希伯来书9章7节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主，我们谢谢你，将我们从审判的权下救了回来。主要是所有凡敬畏你名的人，众圣徒、众先知，在启示录12章里说，我们必然得赏赐，因为得赏赐的时候到了。主，我们告诉我们，主，凡信靠你名的人，就必然有永恒的得救的盼望。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安慰忧伤的人，谢谢你告诉我们说，将残灯火你不吹灭，主啊，将压伤的受伤的不压断，主你不责怪我们，谢谢你爱我们。在我们最沮丧、最软弱、最痛苦、最里面最沉重的时候，你救赎了我们。所以主，我们要谢谢你，我们要谢谢耶稣，因为耶稣是明亮的晨星，你是为灾难的君王，你是为主啊，你是为和平之主。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是那位在宝宝的婴孩当中，在马槽中婴孩上拯救我们的君王。所以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主啊，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我要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想，我们就用我们最熟悉的诗歌来回应他。
被你定罪的百姓，你却用你的慈神爱所深深的呼唤我们来靠近你的胸膛。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你接纳我们，也爱我们的一切。谢谢耶稣，我把以下时间全都交在主耶稣的手中。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有一个信心的看见，好，教我们一个勇敢的决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好，我们坐下来前，跟旁边人说，我们要时时称颂主耶稣的救恩。我们要时时称颂主耶稣的救恩。好，大家请坐。请容许我再花2分钟介绍一下我的著作。50分准时可以复制哦。OK， 好。那可以看到我的 PPT 后面吗？PPT 的最后面几页是在介绍我的著作。那我想还是介绍一下我个人的著作。那我第一本书呢是黑色封面，叫做《被翻转的男孩》。那这本书呢各大基督教书房都有哦。那这本书跟你分享我个人最初的一个信主的见证。非常简单，我19岁写的，很多年轻人看了或者非基督徒看了，他们有些后来就信主的也有，它也算是一个福音见证书哦。那当然，我今年也在继续写我另外一本书啦。但这本书呢也是写到我19岁、20岁怎么在校园开拓建立小组，然后传福音，然后经历很多神迹的一本书。那第二本书呢比较深，第二本书叫《罪在圣灵里》。他会跟你分享怎么样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在聆听神的话语中领受启示，特别在说预言这一块怎么去操练这样子，所以可以给大家参考。所以这不适合新朋友，但是可以适合比较追求的基督徒，比较深入的。那这本书是广布的哦。那另外一本书呢，我今天有带很多，叫做《类似祷告手册》，非常薄哦，这本只有50块，可以跟你分享怎么样进到一个简单的祷告操练。好，那当然我们在外面常常带这种操练会嘛。那1个小时的祷告是很简单的，1个小时的祷告是可以很轻松很喜乐的。那为什么有些人祷告10分钟就觉得很烦了，或者觉得卡住了？因为我们祷告的心态没有调整对。上帝要我们信他是信的轻松又喜乐的相信我。神不要我们信他就是那种愁眉苦脸啊，而且每天预备要殉道的感觉啊，然后。不是这样的，没有错，我们会为主牺牲的时候，可是不是绝大部分时候都这样子。绝大部分时候我们是喜乐跟平安的，我们是有热情又主动的，对吗？所以我们要改观，我们要改变那另外一个阿国1分钟，什么叫阿国1分钟呢？他会跟你分享，用最快的方式跟你分享很多的对比。那它呢是一个像 DVD 一样，可是不是 DVD， 它是用扫描 QR 的方式进去的。所以它是一个，你上网就是可以找到类似的东西，但它里面有录音300分钟跟你分享很多不同的主题，比如说自卑跟谦卑的差别啊，迷恋跟真爱差别啊，活着跟活住差别啊，价格跟价值的差别啊。那我有个影片可以帮我放一下吗？帮我放一下。那个有个影片，可以帮我放一下，就是阿国1分钟，他就是用1分钟有字幕的跟你分享。比如说我这个主题叫做成功神学还有真实性的差别，我们看一下。请放大，好，放太大了，没关系，没关系，这样也可以啦，再写着，把其他标签处理，后者却是以神为生命处理，得着成就，得着生命。前者他认为奉献是一种投资，后者却相信奉献是一个爱的回应的表现。前者他认为上帝是有求必应的，是人们主义的想法，后者却学习顺服神，以神为本。所以前者他认为越快越好。后者他却知道要顺服神的心意，而生命越成熟，自然就可以承受更多的祝福。前者认为贫穷是一种罪，后者却相信在苦难中是有意义的。前者他认为是要不断满足他的欲望，后者他却是知道越大的丰盛就越大的责任要回应神。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主卑贱，怎么样主丰盛，何适合出国得着秘诀。”祝福大家得着丰盛的秘诀。这1分钟，我们明天见。好，谢谢。我们1分钟讲成功神学跟真实性的差别哦。那当然里面呢就会看50个这样的影片，还有50个这样的录音。你可以用手机去听，你可以传给朋友，你可以传给住美国的家人，它非常方便，它是一个网络档案哦。好吧，那大概这样子哦。那下次好，
那另外一个叫领袖训练3堂课，有讲义可以印出来，自己在家里面听录音上，没有录音吼。那它是有在外面呢，至少我们有训练过100个以上的教会的领袖，100间以上教会的领袖，在各个地方的联合研习会，我们都教过这个部分。那后来呢，我就把它集结，就把它出版了这样子，所以叫领袖训练的3堂课哦。那提到很多领袖的金钱管理，怎么样用灵魂力传福音，怎么样来提升教会的质跟量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呢，叫做建立神的教会。怎么样建造神的教会呢？里面会有一些是我们以前外面，特别是跟教牧同工小组长上的研习会，了解什么叫内建，什么叫外展，然后呢小组的不同的带领方式，然后服侍者的概念，都跟大家分享。全部呢都是用 QR 码的扫描方式，所以只需要手机而已。可当你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它里面只有那个 QR 码是有扫描的，它里面是没有 DVD 的，因为 DVD 都不环保，不够环保。然后呢，很多电脑呢，笔电现在也没有 DVD player 了，所以你买回去也很难放的哦。那这个是最快也是最方便、最直接、最环保的方式。那希望这些东西可以祝福大家，给大家生命的帮助。感谢神。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那我把以下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相信的最后是讲回应的贡献，恭敬给他。你在天上的父神，现在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讲员，把我传道告诉我，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主你面前，我们要学习谦卑，我们如何去透过谦卑，在今天我们去学习如何在黑暗中看见主的光，让我们在生命中重新的点亮我们过去的属灵的热情，我们如何再去拾回过去我们失去过去那样的爱主。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过去，让我们真正能够去感受到主你的爱在我们周围，不离开我们，一直陪伴着我们。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持续的在定睛在主你面前。主啊，让我们平日平时都能够更时时刻刻的能够庆祝，而不是只有礼拜天来到不是定式的行程，来到主面前。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今天的话语能够
深入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再次去吸收，能够再次去滋养内心，灌溉我们内心的更多的养分，让我们能够更茁壮在属灵方面。主要谢谢透过弟兄姐妹的贡献，不管是金钱上的，在行为上的贡献，主啊都能够加倍的去给他们，使他们更大的部分在当中。主啊，讲祷告乃是奉靠我基督的名求，阿门。最后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进行祷告的敬拜平安。主啊，今天我们能够活着，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能够赞美他，都是因着神的怜悯还有恩典。主啊，因着你主动的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用信心来回应你。主，我们要为着张师傅长老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感谢主。主啊，因为他们是爱主的，他们是敬虔的，主，他们也是要持续的被你所大大使用的。主啊，愿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每一个话语跟见证，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提醒跟帮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说的话，才是真正能够穿透人心，向人的生命带出光亮的。主啊，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一起在你的话语中浸泡，在祷告当中经历你，好叫我们可以持续的来领受福音的大能。因为我们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也相信，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得救；凡信你的人，就不至于羞愧。谢谢耶稣，我们要奉耶稣名祝福每个弟兄姐妹们的家庭、身心灵都要健康。愿上帝的恩惠、慈爱、平安常与众圣徒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这个时候请一个弹球，需要帮忙，比较好，弹气，保护的时间，没有吗？没有好，我可不可以跟阿狗传道一起来拍照？从这边拍下来。可以啊，两个八十四可以吗？你们请那个八十四到前头来帮我拍照。就要到后面那个桌上去参考选动，好。
阿坤传道书可以帮你签名，没问题。好，路边的我们一起站立，好吗？谢谢。你们的应当，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欢送，向左向右转。